靈堂裡的白燭燒得正旺，火苗卻紋絲不動，像是連鳳都凝固在了這場猝不及防的告別裡。謝霆鋒站在第一排，黑色西裝肩頭落着一小片指剪灰，他沒去線，目光直直盯在棺木前那張黑白照片上，那是他的父親謝賢，嘴角噙着一抹慣常的玩世不恭，仿佛下一秒就潰擲下墨鏡衝他眨眨眼。可這次不潰了，靈柩前的供果擺了3層，香爐裡插滿未燃盡的線香，空氣裡混着檀木和潮濕菊花的味道，沉得人喘不過氣。張柏芝牽着 Lucas 站在右側，他穿了一身素黑連衣裙，頭髮用一根銀簪別在腦後，眼眶紅着卻始終未掉淚，倒是 Lucas 那個剛滿14歲的少年，肩膀微微發抖，他咬着下唇，攢緊母親的手指，指節泛白。王菲獨自立在左側，距離謝霆鋒不過2臂遠，可他沒看他，只垂着眼凝視地面上一道細長的裂紋，仿佛那是某種宿命的暗示。靈堂外隱約傳嚟狗仔最快門的聲音，被保安粗暴地喝止，但那些電子閃光旋是透過磨砂玻璃窗投下幾道慘白的光斑，掃過每個人的側臉，像在審判一場尚未開演的鬧劇。誰也未料到第一記巴掌潰來得那樣突然。當司儀念到家族搭禮環節， Lucas 按照香港舊俗端着托盤跪行至謝霆鋒面前，托盤裡盛着3杯清茶，本該是危子敬父，以慰先靈。可少年的手抖得太厲害，杯緣冚在托盤邊緣，一滴茶水濺出來，恰好落在謝霆鋒亮的皮鞋尖上。那滴水珠在黑色皮革上滾了滾，像一顆微型眼淚。謝霆鋒低頭看着那水漬，眉頭蹙起一瞬，而王菲就在這時動了，她幾乎是平移過去的，黑色裙擺未有揚起半分塵埃，右手揚起時，所有人都以為她要扶住 Lucas 的胳膊，可那手掌在半空挖了道凌厲的弧線，結結實實擱在少年左頰上。啪的一聲脆響，靈堂裡的誦經聲戛然而止，連香灰都震落了一截。Lucas 整個人歪向右邊，托盤蕩扣在地磚上，3隻茶杯滾出去，琥珀色茶燙潑灑成不規則的圖案，像某種不祥的讖緯。王菲的手旋懸在原處，指尖微顫，她嘴唇一動了一下，卻怎麼都沒說出來，只是那雙向來淡漠的眼睛裡掠過一絲類似驚惶的波紋，但很快又被她慣有的倨傲壓下去，只剩下顴骨上泛起的2團不規則弓印。謝霆鋒猛地抬頭，他先是看王菲，目光裡全是困惑和一種被冒犯的怒意，繼而轉向捂着左臉跪在地上的 Lucas。少年耳朵根已經燒紅了，可他硬是沒哭，只拿一雙酷似母親的恨黑眼死死瞪着王菲，那眼神裡有恨，有委屈，旋有一點超越年齡的冷硬。張柏芝的反應比所有人預想的都快，她像一隻被踩了尾巴的母豹，鬆開原本握着 Lucas 的那隻手，五指張開成爪狀，一步跨過公桌旁的低矮圍欄，黑色高跟鞋碾過碎瓷片發出樂之脆響，他甚至沒顧上繞路，直接從櫃墊上踩過去，右手精準地攫住王菲腦後那把整齊的短髮，狠狠往下一扯。王菲痛得悶哼一聲，脖頸被迫後仰，露出掹緊的下頜線，張柏芝的左掌緊接着劈過去，指甲挖過王菲耳根，留下一道尖攻式划痕，那力度帶着10年怨罪的慣性，幾乎把王菲整個人曳倒在地。兩個女人鏖戰在一起，黑色與黑色的衣料摩擦出沙沙聲，像兩條護世的蛇。公桌上的白菊花被撞翻，花瓣紛紛揚揚灑下來，落在他們扭打的手臂和肩膀上，有種荒誕的肅穆。謝霆鋒站在2步開外，起初試圖用胳膊隔開他們，可張柏芝甩頭時髮簪退落，一頭黑髮散下來遮住半張臉，他透過髮絲縫隙衝他吼：你看見了？你看見他打我兒子？王菲趁他分神，屈膝頂了一下張柏芝的小腹，兩個人踉蹌着撞上靈柩前的長明燈架，玻璃燈罩哇啦碎了一地，燈油濺在謝賢的照片上，暈開一小塊深色污漬。謝霆鋒瞳孔驟縮，那正被玷污的胃像一根鉗扎進他眼底，他腦子裡最後一根弦掹斷了。他沒有去拉任何一方，反而轉過身，對着依然跪在原地試圖去撿那些碎瓷片的 Lucas，抬起了右手。
那隻手曾經握過吉他撥片，曾經在演唱會上指向萬千歌迷，此刻卻贊成權又重開，最終化為一丈掹直的手掌，帶着他全身的力氣，狠狠扇在少年右臉上。那一耳光比王菲那下更重 ，Lucas 的身體幾乎騰空旋轉了小半圈，後腦着合在靈舊的木質底座上，發出沉悶的咚聲。少年終於哭了，不是因為痛，而是因為謝霆鋒打完之後，用一種極度疲憊、極度厭惡的語氣說：都是因為你。4個字，輕飄飄的，卻比任何巴掌都鋒利。他們鑽進 Lucas 的耳膜，在他14歲的心臟上挖出4道血槽。少年仰着頭，淚水和鼻血混在一起淌過下巴，滴在他白色襯衫領口，暈開成粉紅色的字跡。他看着謝霆鋒，那個曾經在雜誌封面上留着他衝勁頭笑的男人，此刻面目模糊得像一尊風化了的石像，眼底只剩下焦躁和遷怒。像柏芝尖叫着撲過來護住危子，他的聲音撕裂了靈堂壓抑的寂靜，像一把鈍刀在割絲綢。謝霆鋒，你瘋了！他是你危子。王菲退後2步，靠在牆壁上，胸口劇烈起伏。他低頭看着自己右手掌心，那裡因為發力過猛而留下一道紅痕。他慢慢把手背到身後，仿佛想藏起雜魔罪證。靈堂裡的親友們終於反應過嚟，有人去扶倒地的公桌，有人用紙巾擦熄遺像上的燈油，有人把碎玻璃掃到角落，可誰都刻意迴避着中央那4個人。Lucas 被母親留在懷裡，少年身體的顫抖通過骨骼傳導給像柏芝。他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裹住他，嘴唇貼着他的額頭，反覆說着未是了，未是了。可他的手指在發抖，那枚銀簪滾落在腳邊，被誰不小心踩了一腳，彎成一道悲傷的弧度。謝霆鋒轉過身面對棺木，他的後背挺得不直，可肩胛骨在西裝下劇烈聳動，像2隻困在繭裡的蝶。王菲沉默地站了一倍人，忽然彎腰拾起地上那3隻殘破的茶杯，一隻一隻放回托盤，手指被瓷片割破了也不吭聲，血珠滴在茶漬上，混成更深的褐。那之後漫長的3刻鐘裡，靈堂陷入一種詭異的靜默。思而不知該不該繼續儀式，便退到角落不停敲着手裡的話筒線。親友們3、5成群地竊竊私語，目光卻始終繞着那4個人打轉，像飛蛾繞着殘燭。Lucas 被像柏芝按在靠牆的椅子上，他用濕巾擦拭他臉上的血污。少年的左頰已經腫起一道令，右頰更甚，泛着青紫色的淤痕。像柏芝每擦一下，自己的眼淚就掉一顆，可他咬着牙不發出哭聲，只是鼻腔裡溢出斷斷續續的抽熱。王菲站在另一側窗邊，她推開一條縫隙讓冷風吹進嚟，髮絲被氣流撩動，遮住耳根那道爪痕。謝霆鋒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，又想起這是靈堂，把煙折成2段塞回口袋，指關節捏得發白。終於 Lucas 推開母親的手，自己站了起來。他走向謝霆鋒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穩，儘管腳踝在發軟。他在父親面前停下，仰頭看着他，聲音沙啞但清晰：那一巴掌我記住了。謝霆鋒的下頜肌肉抽動了一下，他張了張嘴，想說些雜麼，可 Lucas 已經轉身走向王菲。少年站在他面前，微微歪頭，用只有2人能聽見的音量說：你那一巴掌是打給我媽看的，對嗎？王菲的面具終於裂開一道縫隙，她眼睫劇烈顫抖，可依舊沒有回答。Lucas 笑了笑，那個笑容在腫脹的臉上顯得格外淒厲。他退後3步，對着棺木裡的祖父鞠了一躬，然後頭也不回地往靈堂外走。像柏芝追了2步，被謝霆鋒一把挾住手腕，他猛地甩開他，指甲在他手背上留下4道白痕，低聲喝道：別碰我！那一刻，謝霆鋒望着他離去的背影，忽然想起20年前他們結婚那天，他也穿黑色，不過是婚紗，拖尾很長。他在公毯上走得搖曳生姿，而如今他的黑裙擺沾着茶漬和香灰，蒼黃得像一場敗仗。王菲不知何時走到他身邊，伸手想碰他的手臂，他側身避開了，這個動作比任何語言都殘忍。王菲的手懸在半空，最終收回去，攏了攏自己的衣領。她說：對不起。
但謝霆鋒只是盯着那扇被 Lucas 推開後緩緩合上的門，門縫裡透進來一道午後的日光，塵埃在光柱裡狂舞，像無數個破碎的家庭碎片，看得厭，撈不着。晚些時候，像柏茲帶着 Lucas 回到半山住所，少年把自己關進房間，他隔着門板引見裡面傳來遊戲機嘈雜的音效，那是 Lucas 習慣性的逃避方式，用最大音量複及所有不想引見的聲音。他蹲在門外，後背貼着冰亮的牆紙，想起今天在靈堂裡抽住王菲頭髮時，指尖傳嚟的那種柔韌的抵抗力，像在拔一根釘進血肉多年的刺。而謝霆鋒留在靈堂守夜，王菲提前離開了，他走時未有和任何人打招呼，黑色風衣裹緊身體，轉進保姆車後座，拉上車窗，隔絕所有窺探。後半夜，謝霆鋒獨自跪在蒲團上，面前是父親的遺像，燈油污漬已經被清理乾淨，可照片上謝賢的眼睛似乎傳帶着生前那種調侃的神氣，仿佛在說：小子，你也有今天。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右手掌心，那裡還殘留着 Lucas 臉頰的溫度，火燙的，帶着少年人特有的飽滿彈性，那足敢讓他為你一陣翻攪。他想起 Lucas 出生那天，他抱着那個皺巴巴的小嬰人，護士說恭喜你當爸爸了。他低頭看着那張像小猴子似的臉，心裡衝起一種陌生的柔軟。而14年後，同一個孩子，他用同一隻手打碎了他眼裡的最後一絲尊重。靈堂外忽然起了風，吹動白布簾子，露出窗外的夜色。香港的霓虹在遠處閃落，像冷漠的看客。謝霆鋒把額頭抵在冰冷的棺木邊緣，低聲說：爸，我是不是把一切都搞砸了？棺木裡的謝賢沉默着，只有線香燃到盡頭時，灰燼啪嗒一聲落在銅爐裡，像一聲吸輕的嘆息。次日清晨，八卦週刊已經印出加急號外，標題比他們製造的暴力更加猙獰。網絡上的評論劈頭合臉砸下來，有人挺王菲說她真性情，有人罵張柏芝母老虎，更多人把矛頭指向 Lucas， 說他不懂事惹禍精。少年坐在自己房間的地板上，手機屏幕亮着，他一跳一跳翻那些評論，面無表情，直到看見某條寫着謝霆鋒打得好，這種危子就該教訓時，他按滅了屏幕，把手機扔進床底，然後拉開窗簾，對着灰蒙蒙的維港天際線發了很久的呆。張柏芝推門進來，端着一碗熱粥，他看見危子雙頰的腫已經消退些苦，可眼底的青黑卻更深了。他把粥放在桌上，坐下來，沒有提昨天的事，只說：粥你放了瑤柱，你小時候最愛吃。Lucas 轉頭看他，忽然問：媽，你當初為什麼一定要和爸離婚？張柏芝被這猝不及防的問題噎住，他攪動碗裡的桌子，粥面泛起細小的漩渦，沉默了半晌才回答：因為有些裂痕，補好了也看得見。Lucas 點點頭，像引懂了，又像未懂。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，燙得舌尖一縮，但沒吐出來，硬是咽了下去。那點灼痛從喉嚨蔓延到胸口，恰好複合住巴掌的餘溫。而謝霆鋒在靈堂守了一整夜後，嘔車前往王菲的寓所，他站在樓下按了3次門鈴，無人應答。他抬頭望向他常戴的那扇落地窗，窗簾緊閉。他掏出手機想發信息，打了又刪，刪了又打，最終只發了2個字：開門。過了10分鐘，門鎖彈開，他上樓時看見王菲坐在沙發上，膝頭攤着一本樂譜，手指按在琴鍵上卻未彈下。他走過去，在他對面坐下，兩人隔着茶几對視，像兩尊被遺忘在博物館裡的雕像。謝霆鋒先開口：昨天我不該打 Lucas。王菲的指尖在琴鍵上畫出一個刺耳的和弦，他說：我不該先動手。兩人再次陷入沉默，窗外有鴿子剝令翅膀飛過，投下一閃而過的陰影。謝霆鋒忽然伸手越過茶几，握住王菲的手腕，那上面旋有一道被瓷片割破的尖痕，他的拇指按在那道傷痕上，力度輕得像在觸碰一件易碎品。王菲沒有抽回手，但她別過臉去，望着牆角那架鋼琴上擺放的一張舊照，那是她和謝霆鋒、Lucas 一家3口在迪士尼的合影。
照片裏 Lucas 記在謝霆鋒脖子上，手裏舉着氣球，三將臉笑得毫無陰霾。他盯着那張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後輕聲說：我們都欠他一句真正的對不起。謝霆鋒鬆開手，靠回椅背，閉上眼睛，日光透過百葉窗在他臉上刺出一道道明暗條紋。他的嘴唇動了動，終於說出那句自到了14年的台詞：我知道，我從來不是個好父親。這場靈堂風波在輿論場裏發酵了整整一周，各路專家、情感博主、心理分析師輪番上場，有的從原生家庭剖析謝霆鋒的暴力傾向，有的從女性互助角度批評張柏芝的雌競反應，船有人把王菲的冷漠解構為迴避型人格障礙。可喧囂退去後，真正坐在傷口上的只有那3個人，不是4個人。Lucas 在第6天深夜給謝霆鋒發了一條長訊息，寫着：爸，我不恨你打我那一下，我恨的是你說都是因為你。如果你覺得我的存在是你人生裏所有創的源頭，那請你以後不要再出現在我面前了。謝霆鋒收到訊息時正在片場後場，他盯着屏幕上的字句，手裏的咖啡杯被捏得變了形，滾燙的液體溢出來燙攻他的虎口，他卻渾然不覺。他起身走進洗手間，反鎖門，對着鏡子裏的自己，那張被燈光師精心修飾過輪廓的臉，此刻扭曲得像個陌生人的面具。他抬手給了自己一記耳光，比那天打 Lucas 的更重，嘴角滲出血絲。他對着鏡中人低聲說：這一下，算你。而張柏芝在看到 Lucas 手機裏那條已發送信息的草稿時，沒有阻止，他只是從背後抱住兒子，把下巴擱在他頭頂，聞着他洗髮水裏殘留的薄荷味，說：你做得對，有些話必須說出口。王菲則在他那間擺滿綠植的公寓裏，把那本樂譜翻到某一頁，用鉛筆寫下一行小字：創像音符，有時需要休止符來挽救旋律。他合上本子，撥通了一個心理諮詢師的電話，預約了第一次家庭治療。雖然他不確定謝霆鋒和 Lucas 是否願意參加，但至少他邁出了一步。靈堂最終如期舉行了出殯儀式。那天天氣晴朗得殘忍，陽光把每一滴眼淚都照得晶瑩剔透。謝賢的棺木被抬上靈車時，謝霆鋒扶着棺尾，張柏芝帶着 Lucas 站在10步之外。王菲沒有出現，他託人送嚟一束白色馬蹄蓮，花束裏夾着一張卡片，上面只寫了一個詞：珍重。靈車緩緩駛出殯儀館大門， Lucas 忽然掙脫母親的手，追上去跑了幾步，對着車尾大喊了一聲：爺爺再見。那聲呼喊在空曠的街道上回響，帶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和悲愴，像是給所有混亂畫上了一個殘缺的句號。謝霆鋒從車窗裏望見兒子奔跑的身影，那個瞬間他幾乎想跳下車去抱他，可車身一個拐彎， Lucas 消失在反光鏡裏，只剩下被車輪捲起的幾片枯葉在原地打轉。在這個信息如洪流般沖刷每一個角落的時代，我們太習慣於用碎片化的情緒去審判陌生人的生活，把別人的傷口當成自己道德優越感的點角石。可當7巴掌的脆響穿越網絡迷霧抵塌我們耳畔時，真正值得靈人的不是誰對誰錯的爭辯，而是那幾聲悶響背後，一個少年尊嚴碎裂的細微呻吟，一對父母懊悔遲嚟的沉重嘆息，以及3位成年人各自在深夜舔舐傷口的孤獨。家庭從來不是戰場，而是最需要克制與體諒的共生體。暴力無論披着何種外衣，是憤怒，是委屈，是遷怒，甚至是愛，都只配讓裂痕蔓延成溝壑。謝霆鋒那一耳光打碎的不僅是 Lucas 的尊重，也是他自己身為父親最後一座燈塔。王菲那一巴掌揮出的不僅是衝動，更是長期情感壓抑後的畸形爆發。張柏芝秋發反擊的表面是護子心切，納里卻藏着10年怨罪的暗流。我們作為旁觀者，與其急於站隊揮舞道德的權杖，不如退後一步，承認每段親密關係裡都有外人無法丈量的深淵。理性吃瓜不是冷漠，而是拒絕用他人的悲劇餵養自己的談資。倡導和平不是虛偽，而是明白所有復合與離散、原諒與永訣，最終都只能由當事人用他們自己的時間表去消化。願我們在敲擊鍵盤之前，
先想想 Lucas 那雙含淚卻倔強的眼睛，如我們在轉發評論之時，記得靈堂裡那支被風吹歪卻始終未滅的白燭，它照現了人性的幽暗，也依然固執地保留着一串溫暖的光亮。世事如棋，落子無悔，但旁觀者的修養，在於懂得何時安靜地合上棋譜，把沉默留給那些正在疼痛的人。